倒是他蛮会做炒饭给我吃。OK， 小叶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他的香肠炒饭，可不可以做炒饭？他的香肠炒饭，对，很棒很棒，他自己讲的，是真的香肠炒饭，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我讲错了什么？好像跟本蛮交往蛮长一段时间了。对，已经交往3年了。前任要认爱好像有点挣扎，其实也没有挣扎，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新闻出来，真的是因为有媒体来问，然后我们以前其实真的都没有在吵，所以认爱这件事情其实不会挣扎，我们反而是哇，终于有人在乎了。其实以前，因为大家都有一个疑问说，我们是不是就是之前都在吵，然后没有打算认爱，然后我们3年了，终于认爱这件事情，是我们没有终于，就是以前是没有人在乎，就是是不是在一起这件事情，然后现在终于有人来问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就讲，因为我也不喜欢说谎，对吧？那你松一口气的感觉？其实有其实有一点松一口，也不会到松一口气啊，因为其实就蛮正常。对吧？其实以前会想过，就是这件事情如果被大家就是关注的话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？那在目前看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跟平常一样。也没有因此就是粉丝人数比较多。倒是粉丝人数，反而粉丝人数飙升这件事情让我蛮意外的。我粉也没掉粉，那就是新闻出来那一天也多了2-3千的追踪，所以其实还蛮酷的。感觉大家是真的很祝福。所以我也谢谢大家。户头其实就是几位？户头现在说实话，可能不到10位数，就是10位数，那还蛮多的。不到10万位数，不到10万，不到6位数，不到10位数，不是个位数。大家不要误会，赶快再重讲一次。不，现在现在以户头低于6位数，但不太看算数，个十百千万，只有万没有到10万，对，只有到万，没有到10万，就是可能可以维持我在，如果我现在都就是不接工作的话，我可能到6月7月就花完那种夸张，这么夸张，对吧？可是最近工作不是有比较少？对啊，所以会担心耶，而且又有女朋友。其实因为刚好我最近发片，然后又忙记者会的事情，所以其实原本事情真的很多，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有少一些工作，对我来说，老实讲是比较好一点的，因为我可以专心做这件事情。那收入的部分确实比较紧一些。可是还好，还是有一些就是可以不用，就是真的出到外面就可以赚到钱。其实我们在一起，没有很久吧，好像2-3个月的时候就已经，就是爸妈就已经看过版本了，然后他们也都蛮喜欢他，就是其实都还大家相处都很融洽。会去你们家做饭什么，就是跟爸爸一起。他会来我们家吃饭，然后做饭是目前还没有，对吧？因为我妈手艺非常好，我妈非常会做菜，所以其实做菜这件事情还轮不到她做，对。所以她不会去你们家炒饭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大家留一点专访再问吧。对啊，我没有歪到的意思哦，炒饭是一个很棒的食物哦。倒是他蛮会做炒饭给我吃。OK， 小叶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他的香肠炒饭，可不可以做炒饭？他的香肠炒饭，对，很棒很棒，他自己讲的，是真的香肠炒饭，你们干嘛？